3节。接受的第2首，先是第2首。现在，现在，现在。现在已经待了2年的时间。我刚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呢，我其实有点紧张，我换了一个新的环境。结果呢，我在学校走路的过程当中，在中午的这个钟声呢，它就是圣哉圣哉圣哉。我听了之后，真的是整个心就安定下来。我知道上帝在这边，我在这边我不用担心。所以我们再用一个祷告的心呢，我们再唱一次第3节、第3节。现在，现在，现在，做你国主宰，万民国下民心，我的兄弟主名。现在，现在，现在，祝你高万岁。现在之前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互阮伫遮组织来训练今仔日的诗歌，阮用心出阮的声来吟诗学乐你。主啊，恳求你一时甲阮同在，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来陪伴今仔日所要献上的敬拜。阮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是嘞吼，咱阁有3分钟啦吼，所以头先咧看即条歌吼，有一个问题吼，
158，你有法度用158。158吼。这是咱大汉读文吼，你毋通读做虽然老阁线啦吼，虽然够老阁线，毋是啦吼，老毋通线啦吼，是讲虽然够老阁散啦吼，穷困啦吼，所以这应该搁来拍一下吼，你毋通唱虽然够老阁线，安尼就不太好了吼。啊，互咱小可这台语的有时小可读一下吼。你若要用汉语直接甲了解，有时会搞错了吼。所以，互咱知影，看下咧唱的时阵，毋通唱搁散吼，搁散吼。虽然够老搁散吼，多谢。因为我是带恁出埃及地的耶和华，要做恁的上帝，所以恁着信，因为我是信。圣诗第2首，圣在，圣在，圣在，请兄姐起立来唱。
参甲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愿伫天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要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试，就救我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彼拉多殿内受苦，钉死架死，埋葬录音府。第三日对圣中国活，上天打一个全能的爸上帝大病。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道的教会，圣灵的上好，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名。阿门。请坐。启应文，请掀开诗篇的后壁，启应文第47篇。正海岛啊，着听我的话。我伫远的人啊，着注意听。我伫胎里，上主就警告我。我伫老母的腹肚，伊就叫我名。伊互我的喙亲像内刀，甲我唱伊唱的纪念的，搁互我诚侪无尖的字。甲我放伫伊的字底。伊有对我讲。你是我的奴仆以色列，我要跟你一直跟。我就讲，我拍拼是空空。我是真多无彩工，也无利益。要求我靠上主替我伸冤。我的上帝会照我的所做，甲我报仇。这声，我伫胎里，上主就做我做伊的奴仆。要互雅各归恩伊，因为上主看我做尊贵。伊有讲，你做我的奴仆，通兴起雅各的支族，以色列剩落来的子民倒转来。这声，毋若安尼，我要互你做较大的事。我嘛要设立你做列邦的光，互我的拯救传到天边海角。三角来祈祷，请阮的天父，我要学罗你。你是真诚的主，你是完全的主，你使阮性命，互阮人生的主宰，创造天地甲万物，使阮一切的需要。阮要学罗你的恩典。互万人看到阮的所行，拢来信靠你。慈悲的主，我要感谢你，感谢你包容阮的缺点。阮常常袂记你的疼，常常袂记你祈祷来感谢你，常常袂记你读圣经，听你的教示，常常夸口阁骄傲，尊家己最大。因为你无限的疼甲包容，互阮的缺点、阮的罪。拢伫你的疼内底得到赦免，会通过着平安佮喜乐的生活。里面的主，虽然你遐尼疼阮，保护阮，甲阮无计较，毋过阮诚心来恳求你的原谅，佮再一摆来到主你的面前，安静阮的心，听你的声音，互阮内心会污秽、悲伤、怨恨、受气、怨妒。拢总扫除，将阮的心洗清去。请主，你来带，做阮真正的救主。主啊，阮要来学习，基督徒应该爱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你是至圣的天父，你爱阮甲你行同款的路，就是这条至圣的道路。因为这条路充满你的阳光，充满你的疼痛，阮会愈行愈有气力。愈行愈爱行，求主祝福阮，
真做圣的人，祝福阮的教会真做一个圣的教会。主啊，阮即马开始准备圣诞节的庆祝活动，希望你来提起阮所有的表演，毋是为着人在准备，是为着纪念救阮的主的出世。这是人类救赎的开始，生命改变的源头。我要将所有的庆祝活动隆重献予你，嘛求你祝福所有筹备的同工有满满的稳定以及快乐，同齐来迎接这个至圣的日子。有咱的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赞美，请本堂圣歌队，伊要诗歌是哦，主真爱你甲我。
多谢圣歌队真水的声音哦。过来，咱来读圣经。上帝的话记载伫哈该书第2章第10节到19节。第2乌王2年9月24日，耶和华的话托先知哈该讲：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关系伫律法，你通问祭司讲：说使有人用三仔羹包成的肉，即个三仔羹我着饼，也是汤，也是酒，也是油，也是白毫食米，即个米真做成吗？祭司应讲：无啦。哈该阁讲：说使有人摸着新鲜肉垃圾，来挖着食的米的一项，即个米真做污秽吗？祭司应讲：真做污秽。哈该就应讲：耶和华讲，伫我的面前，即个百姓是亲像安尼，即个国也是安尼。因的手所做逐项的工嘛是安尼，伫因遮所献的无清气。但请恁想，即日以前，耶和华的殿还袂有石搭伫石顶的时，历过遐的时，人来到五谷堆，想要得到20斗，只有10斗；来到酒窟，想要得到50盎，只有得到20盎。伫恁的手所做一切工，我用高达、朽烂、大炮拍恁，恁要求无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讲的。请恁想，即日以前，对9月24日，过年耶和华的殿地基的时，恁着想伊。切磋还有种子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拢袂有结果子。对今仔日起，我要赐福你。第2位圣经记载伫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20节到21节。但伫大厝内，伊的器具毋但有金的、银的，嘛有茶的、土的，有的做贵气的路用，有的做下贱的路用。所以人若清起家己，脱伫遐的，就要做贵气的器具，真圣，合伫主的路用，便便通做逐项好的事。圣经读到遮，讲道请张牧师，伊的讲道的题目是：即个米真做圣吗？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现在，至圣的上帝，当先知以赛亚伫上帝圣殿看见上帝你的荣光的时，听见天使、天君用现在来称呼创造主宰的时，伊受到真大的冲击。今仔日阮来到你的圣殿，望即个现在，上帝你的荣光，也互阮受到冲击，互阮知，阮是喙唇无清气，佮踮伫喙唇无清气的人的中间。伫上帝你的荣光，照出阮心内的不堪。阮是遮尔容易来骄傲。当阮看见比阮较软弱的人的时，阮就骄傲；当阮看见比阮逐项情形较好的，阮心内就生出怨妒。主啊，阮确实是得罪上帝，也真容易得失人的受造物。愿现在上帝用你的光来照阮，互阮知你疼阮。虽然阮还阁是做一个罪人的时，你为着阮来死，为着要挽回
你甲阮的关系无受罪恶来阻挡。伫主耶稣基督，阮努力对正圣的道路咧拍拼，总是阮犹原时常的跋倒。阮时常需要上帝你圣神的提醒，甲阮讲你是圣，所以你的百姓、你的囝儿也应该诚做圣洁。恳求你伫正圣的道路观顶来帮助阮，用圣神提醒阮的罪过，用主耶稣基督的保惠遮砍阮的失错、阮的罪。搁一摆来鼓励、来帮助阮，互阮会通诚做圣。恳求你今仔通过先知学界要教示阮的功课，搁一摆伫正圣的道路的观顶，得到勉励，受到提醒，也伫生活中间来实践阮所听的。愿主你听阮的祈祷，也保守阮今仔日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台湾已经经过几啊摆的这个民主的选举，所以选举的步数咱大概拢小可知影。特别到伫要投票以前，这候选人拢会出一寡怪招，来吸引众人的注意，来提升伊的知名度，也将票会通选予伊。所以咱以前过去知影上出名就是省票案，也是余昌案。伫要投票以前，忽然间卜一个弊案，就讲对方迄个是无老实的，所以毋通投伊，也是安那。这个款的是一个选举的步数。同款伫美国也是同款。咱知影伫美国，因11月初3，搁3礼拜就要选举所以因知影这候选人伫10月，真有可能会出一寡怪招 ，October surprise。到底会讲什么代志出来？吸引众人的心，吸引众人的注意，来得到胜利。所以10月还阁三礼拜外，咱一进入10月时，咱就第一个震撼弹就是川普得到新型冠状病毒确诊。这个是非常，互咱10月第一美国时间第一天，咱就哇，这会影响到选举袂？选举会延期袂？将来安那袂？这拢互咱看到逐工拢咧注意这个消息。即马看起来，伊敢若明仔载就要出来，佫继续竞选啦。伊是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所以咱毋知影佫落去，抑佫有佫较大实业惊奇即种的震撼也无。我想要甲大家鼓励就是。这个职位实在可能是全世界上重要的一个职位。不管倒一年美国总统的当选人，伊咧左右世界的局势，对真侪国家有绝对性的影响。所以，佫3礼拜，虽然咱无投票权，总是咱爱为着这项代志来祈祷，毋望上帝下上帝心意的萝卜，会通伫即届选举的中间来脱出。所以，大概我个人的主观的看法就是，这么多年来，我无感觉即届无一届选举比即届选举更较引起全球甚至全世美国以及全世界的注目，特别是咱台湾对即届选举嘛非常的注意，因为川普确实。伫3、4年前当选了后，伊真侪做法是甲真传统的政客，以前即个建制派的即个总统真无相像，有足大的改变，有足大的即个世界特殊，伫即3、4年的中间来重整。咱台湾照看起来，我毋知影我安尼看对毋对，可能爱问中心遐。大概台湾认为讲，川普当选可能比咱对台湾较有利啦对伊即个情形内底，当然毋知影啦。咱大家都足侪人拢提醒讲，美国嘛是用家己国家的利益做优先啦台湾是毋是会受到出卖，这无人知影。总是咱求上帝
会通来或者美国百姓选出合伊心意的人。我想毋是干那全球台湾、美国有一个出名的即个叫做爱家协会吼 ，Focus on Family， 即个杜布森伊有写真侪册伊伫几个月前有写一张批互全美国的基督徒。伫个批内底有讲起一个美国人的角度，伊讲伊感觉今年2020年的选举是164年以来上重要一届选举。你讲164年林肯代表共和党当时咧竞选连任，咱知迄阵南北战争拄真要拍甲真厉害的时阵，到底咱要继续维持奴隶制度，还是要解放奴隶，是一个真重要的选举。如果当时林肯若无当选，这个世界美国可能会无相像。迄年164年林肯有当选出来。这杜布森伊写迄张批内底讲到一项代志。当然我想是安尼啦，这个川普吼个人的魅力个人的迄个形象实在是不太好了吼，互人感觉这个人安尼颠三倒四足讲一寡这真无常识的话，包括伫防疫的这措施的观点。这杜布森虽然无明明写，我想伊是支持川普的啦吼，这是我看伊的文章个人的感觉。伊甲基督徒讲，毋是看个人，看伊的政策，甲伊所咧维护的核心价值。到底这个政策背后伊的核心价值是甚物？伊到底提名这最高法院的法官，到底因是咧维护圣经的真理，还是自由派？恁爱去注意判断，唔通因为个人的喜好来讲这个我要选这个，因为这个选择会影响不知深远吼，会不知深远。所以这个伫杜布森来讲，这是一个上重要的选举。当然对咱来讲，对台湾来讲伫我真有限的经验内底，我感觉敢若毋捌有一个时阵，台湾是遮尔紧张。是上好的机会，嘛是上紧张的时刻。823炮战的时阵，我抑阁细汉，无讲真有印象。迄个时阵，我毋知影台湾是毋是真紧张吼？讲中国要拍过来，迄个我无迄个感觉。毋过至少伫后来这几年内底，我感觉比96年的飞弹危机可能搁较，互咱心内有一点惊吓。因为飞机定定飞来，船定定伫遐驶来驶去，因一直演习，一直演习，到底是甚物款的情形？咱台湾的国内抑阁有一寡人就讲一寡泄气的话，就讲咱要甲中国比，无法度通比，国军无迄种的战力啦吼，大概一天就会陷落。伫这中国的手，好佳哉，当然现任的拢较，毋知是场面话毋是啦吼。咱现任的国防部长讲，虽然大家真期待到时美国会通人援助，总是美国若无出兵，咱犹原有保卫家己乡土迄种的决心，寸土不让，站到一兵一卒这当然讲场面话是会使啦吼。毋过到底真正台湾的百姓？有迄种的决心也无咱也看见政府开始也真注意这个问题。即马对这个少年人来讲，可能毋是一个好消息。摆退伍了后，教育召集，你一年爱去2礼拜。毋茫咱开始学以色列全民皆兵互要并吞的迄个国家知影讲，我若要武力来攻击这个所在，我要付出真惨重的代价，互因较。毋敢遐尔容易，就想讲我来侵占这个台湾。我的意思就是讲，兄弟姊妹，咱做一个台湾的国民，就是真正有一天需要战的时，大家心内有够也强大也无吼，有够也强也无。咱是毋是听足多14亿的人口咱才2300万、400万。咱的兵力
即摆做兵敢若4个月久，啊，就要去甲人相见。啊，因飞机、航空母舰做2台、3台，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啊，咱是要安怎甲伊伫迄个所在来甲伊拍？所以即摆可能，亲像昨即个有一个退伍的海军陆战队的上将，伊伫迄个所在，伊就真霸气啦吼！伊讲战争毋是干那看人数，毋是干那看伊的战备，随时讲有经济战啊，心理战特别是重要。咱若迄个心理有够强大，对方就无遐容易遐敢来想讲要来侵占台湾。所以我就看一个趣味的故事吼。咱知影建国的时代真强大所以其他6国就想讲，咱来联合起来来围秦吼，来防止伊的侵占。所以当时赵国派一个国务卿啦吼，就是庞培奥吼魏家伊去到楚国去甲迄个君王甲伊问讲如果若要派兵的时阵，恁楚国恁是要派倒一个将军去？即个楚国伊甲迄个王就甲伊讲，我拍算派一个。总是即个魏家听伊讲，即个将军袂使呢。伊就讲一个故事互伊听。就是讲有一个真敖射箭的，即个射箭的射箭手叫做耿莹啦吼，是耿莹，我毋知，迄名真好吼。姓耿甲号做莹耿莹安尼吼。伊讲，我讲一个耿莹甲伊的国王魏王的故事，互你听吼。就是讲，即个耿莹甲魏王讲，我真后射箭吼，你知影我射箭吼，箭免射出去吼，鸟仔就互我拍落来。讲敢有即个代志？你哪有法度通讲干那真正箭无出去鸟仔就互你拍倒落来？伊到尾甲伊讲。伊敢若听到我迄个拉弓的声音，人都还未真正出去咧，中国都还未攻来，咱就惊到要死啊，都已经去互惊死啊！这个就是咱知影叫做惊弓之鸟的典故啦吼。我甲查今仔日第一场的时阵，有人甲我讲，这应该是庄子毋过我伫网络上查是《战国策》吼内底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内底头前咱拢有讲过，大概就是。耿莹甲伊讲，我会通引弓虚发而下鸟。讲哪有人技术遐厉害，箭免出去落去？伊讲会使拄好有一阵大雁为东方来，所以真正举迄个弓无箭伫内底，敢若听迄声拍出去，真正互迄只燕子来。耿莹甲讲你这是甚物原因啊？伊讲。我观察即阵吼，咱知影燕子咧飞拢是规定的啦吼，大雁咧飞。我看即只飞徐而鸣悲，伊咧飞真慢佫伫遐咧吼的声音安尼真悲伤的款款。所以我判断即只鸟吼，伊可能有病，也是年老，也是甚物原因，伊缀袂着阵伫迄个所在伫遐哀叫。忽然间，听见下面有迄个拉弓劈一迄个声音，惊一个，伊想要奋力吼，引而高飞，总是反而伊个伤船劈出来，艰苦船落落来。讲恁今仔日要叫这个林武军去对抗秦国吼，我看毋好啦，因为伊捌互秦朝的将军拍败过，你败军之将，你要安怎带伊去带兵过去甲伊相见，这个就是惊弓之鸟吼。咱在成语上有安尼讲。我想这个故事有两个教训吼。第一个教训就是今仔日伫台湾内底，咱百姓的心是亲像惊弓之鸟，也是真正讲咱的心理足够强大，会通有坚强的意志。如果你若敢真正来侵犯，阮有迄个拼甲死甲你迄种的决心。第二个教训是讲。伫特别的时，需要有强势的领导，需要有一个真好的这个领导者，伊坚持伊的立场，勇敢来对抗可能不对等的战争。这也是咱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台湾需要祈祷的所在。我讲这主要就是咱咧讲学界，咱咧讲教育，
哈该的对象就是这对巴比伦倒转来，已经失去信心。北国以色列灭亡啊，南国犹大嘛灭亡啊，因各互掠去国外60-70年，即马才会通倒转来到耶路撒冷要重建。对国家完全无信心，对家己已经无信心啊。所以伫哈该书内底，伊称呼上帝名，拢用万军的耶和华。咱顶解第2届的信息的时阵，就有听到万军的耶和华。随上我请咱大家注意，伫旧约你若咧读诗篇，也是旧约先知，咧称呼耶和华，因拢有一个名称啦吼。迄个名称事实上咧代表当时的百姓对上帝的期待。譬如讲，有人讲这永生永活的耶和华，有的咧讲伊是创造天地，咧讲伊创造的能力；有的咧讲伊是我的气力，我即马需要，伊是我的必然所，伊是我的石盘，伊是充满恩惠之爱。当危急的中间，伊是施行拯救的耶和华。每一个称呼拢有迄个作者当时对上帝期待。今仔日咱看见万军的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毋是伫哈该书有尔，万军的耶和华伫旧约内底，网络甲查一下，讲超出现300摆，大部分拢伫先知册。先知伫因的国家面对遐外来的强权的时阵，一直甲因的甲百姓讲，万军的耶和华，伊是咱的倚靠，伊是咱的上帝。你无必要去倚靠埃及，你无必要去倚靠美国，你今仔日倚靠是万军的耶和华。哈该书敢若2章尔，无几节，你等于甲算出现万军的耶和华出现14摆，撒迦利亚出现53摆，马拉基出现24摆，这些拢是受掠搁倒转来的百姓。拢是已经失去信心，对国家、对家己失去信心的，现在惊弓之鸟的百姓，互因知影讲，万军的耶和华是咱的倚靠。虽然局势真无好，虽然你看袂到望，总是万军的耶和华是你甲我的倚靠。我想台湾人即摆嘛需要万军的耶和华一句话。所以万军的耶和华 ，The Lord of Hosts， 也是 The Lord of Almighty， 伊是全能的上帝。大概英文拢翻译做安尼。所以今仔日咱若看诗篇嘛，捌称呼上帝做万军的耶和华。46篇第60节到第7节，对台湾人即摆的情形来讲，列邦花好，这个国家咧合纵联盟咧带4国外长的会议，是要围堵中国，是讲中国一直派军机来。列国摇动，这是咱即摆的情形。上帝出声，地就烧扬。万军的耶和华若甲阮伫咧，雅各的上帝要做咱的冠带，做咱的倚靠。这个是万军的耶和华。我想咱今仔日要讲哈该拢从4个信息尔。咱今仔讲第3段，第1段的信息咱还会记哩，时间还未到。这个受掠搁倒转来，为巴比伦倒转来到耶路撒冷，因一开始就开始起圣殿。总是就拄着阻碍，阻碍了，因就停工，停15年、16年，直到哈该代表上帝甲这个百姓讲：，恁为外地倒转来，这15、16年，上帝圣殿荒废，逐个人家己起家己的厝，起甲有天花板，住甲遮尔好势，恁敢无看上帝殿还咧荒废？恁定讲时还未到，等时到的时阵，阮就会做。什么时阵才是你方便的事？咱伫即个信息的中间，就学习到，是毋是咱也反省？伫你的生命中，什么时你要互上帝介入伫你的生命内底？你要互上帝来引带你头前的道路，还是你拢倚靠我家己就会使？时间还未到 ，First thing first， 第一项代志优先次序。第2项虽然咱今仔看见听的消息拢是讲确实啦，真正伊若跑过来，咱是。台湾这国防背叛你去阻挡遐，看亲像无。当时因开始起的时阵，圣殿的时阵，都有人讲咱敢若几个人，咱的气力敢安尼，咱做这代志无什么意思啦，无可能成就什么大事业啦，看亲像无。世间人咧看，你无法度啦。总是上帝通过哈该甲遐百姓讲，勇敢、壮胆，无咧惊吓。恁的手所咧做，即摆起圣殿的工虽然有阻挡，有足侪条件，毋通停，继续伫遐来拍拼，
将来我要互我的殿的阳光赢过以前迄个所罗门所起圣殿的阳光。这是第2段哈该互咱的信息。今日咱要看的是第3段。第3段的信息，现代中文译本安尼讲，讲若有人恁百姓的中间有人去献祭互上帝，迄献祭了迄个祭物食袂了。咱若看利未记也是即个民数记，大部分的祭拢都爱烧，伫当时都爱烧好了，都爱食好清气。所以干那一项祭，你会通带倒转去，叫做行愿。我甲上帝下愿，我来献祭的时阵，我即天食袂了，我会通甲祭物摕转去厝。第2天你会通食，第3天你若食袂了，你就爱甲烧掉都袂当搁食，迄就无清气。所以检采有人去上帝圣殿行伊的愿，献祭了后，抑搁有一寡剩的肉，这是剩的祭物，所以用伊的衫甲包起来，要摕转去厝。后来这领衫我甲穿起来，去摸着饼、汤、酒、橄榄油，是其他的物件。这个代志是毋是会诚做？我摸的物件拢变做剩的，因为迄块肉都已经献互上帝分别做剩。我这领衫搁去包着肉，所以我这领衫嘛是剩的。我穿的人，我摸着逐项代志拢是剩的。敢会当安尼讲？这是甲讲无啦，无安尼啦。哪有讲你迄领衫包过剩的肉，就变做逐项你摸的拢剩。然后哈该搁甲问讲，反面来讲，伫犹太人的律法，你若知影讲，无意中去摸到尸体，伊会无清气7天啦。无清气7天，你就袂当去圣殿敬拜，迄是旧约的咧。所以讲，有人去摸到尸体，对律法来看，伊是无清气的。然后，伊若去摸到这个食物，摸到这个迄个，这个食物是毋是受到污染？这些个讲是哦。那安尼摸过，你无清气，你已经无清气，你摸过遐个代志，遐物件就拢无清气。所以今仔日咱会通看见就是真趣味吼。你若看旧约的先知吼，上帝有时会用无直接叫先知对百姓讲话，伊爱先知去演一个行动剧啦。咱即摆嘛真时定安尼吼，为着要表达一个意念一个主题来演一个行动剧，互大家知影即个意义伫迄个所在。上出名就是希利米啦吼，亚利米。亚利米伊当时上帝讲你去消费人的店吼，甲伊买迄个水盘吼、瓷器然后伫众人的面前甲伊摔互破，讲将来即个国家要灭亡要迄落，所以。互因看，知影讲上帝意思是安尼，所以即届哈该第3段的信息，伊无直接对百姓讲恁爱圣洁。上帝讲哈该你去问祭司，祭司是咧管律法者，甲因问即个问题。所以咱看见伊咧问的问题是相反的2种，差不多性质是共款，总是相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迄个献祭了后，去包迄块肉的衫具，即个衫具你穿落去了后，去挖掉其他的物件，去挖掉这个物件，这个物件会变做神圣化吗？会诚做神圣吗？另外一个嘛是共款，你若去摸到神尸，去挖掉，所以挖掉台语圣经翻译做挖掉吼。本讲挨着都要去碰触到、接触到、touch 到，所以意思大概咱会通了解，就是你真短的时间，甚至你是无意中，我敢若真短的时间去接触到一个神圣的物件，并袂当互你因为安尼就真圣，永远真圣。你摸的物件也真圣。如果你伫短时间无意中去摸到污秽垃圾的物件，你爱注意哦，你摸到迄个物件，后来遐拢要无清气，要误会。意思就是讲，你姊妹，你想讲我一礼拜一天来做礼拜，会互你真圣袂？咱有时安尼想，我都一礼拜至少我分别1点钟做圣。我伫即个所在，领受上帝祝福。
敬畏上帝，我出去了，我就是一个神圣的，就会通发挥迄个神圣的功能。若是较甲咱讲袂啦，你离开拜堂以后，你若无踮伫基督内底，并无因为你今日一礼拜做一个礼拜，你就一礼拜拢真神圣，拢真正圣。所以主要说，咱看约翰也是新约一直咧讲踮伫基督，在基督里，而不是摸到基督而已。你若踮伫我，伊的生命，基督的生命，伫你的心内久长的潜移默化，你才有可能渐渐来成圣。袂当讲因为简单一项简单的代志啊，做一个礼拜啊，你就是成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无啦，主要所讲，你若到我3日，你就袂当做什么。实际上，这嘛是孔子讲咧讲的。你到一个真好的人斗阵了，你嘛需要一段时间啊，伫潜移默化伫各种的内底，你会越来越像他。这也是咱的期待。主要说，基督我望我哪来哪亲像你的圣洁。哪来哪亲像你的宽恕，而不是一次偶尔啊无意中短时间接触，我就会通成做一个圣洁的人。所以咱伫保罗的批信内底拢讲的踮伫基督，你要住在里面，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你才会通变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所以，唔是一礼拜一届的礼拜就会，互你的生命得到完全的改变。互基督来踮伫咱内底，倒变哦，讲你若甲迄个误会、拉散、罪恶的人斗阵，你真紧会受到伊的影响。所以希伯来书12章讲，咱爱尽力抵甲正人和好啦吼，啊来抵伫正圣迄个道路的观点。因为若是无圣，若毋是圣洁，无见到主吼。无法度通见到上帝，因为伊是圣，也着谨慎。惊了有人失落上帝恩，惊了有苦的棍发生来扰了恁。如果咱去担着迄个罪恶的思想，迄个上帝无欢喜的思想，伫咱的心内，永远伊伫咱的心内开始定根发芽，咱会受到搅了。直到侪人也目着拉散啦吼，台湾来讲目着拉散。会受到这个影响，这也是讲你孔子讲后壁话讲，你若入去人咧卖鱼啊、卖臭物件的所在，你若久长，你就袂讲无臭啊，嘛是真迄落已经惯死去啊。咱若定定伫罪恶误会中间，咱也真容易受到污染。所以事实上，咱对于两个这个信息看起来，咱知影神圣吼，甲罪恶罪。有不同的感染力呢，有不同的感染力。你袂当讲小可去摸到啊，敢只接触尔，啊，你就讲逐项拢已经成。我一礼拜做一个礼拜，啊，我就已经是一个互上帝看做成的人。这是讲这未免太无限上纲，然后你想过来，安尼就已经真了。总是罪恶却有真强的感染力。我想咱对这样代志有真深的感觉吼。神圣我洁净之物无即刻，无法度通马上互你成圣。总是误会罪恶的面，却有真强的感染力。咱伫这个时阵，咱知影，咱袂甲清气的衫甲垃圾的衫甲放做伙，因为清气的衫无法度互迄个垃圾的衫变做清气。总是垃圾的衫，却真容易互已经洗好、洗清气的受到污染。我想咱今仔日伫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瘟疫的中间，感受搁较深啦。一个确诊的人，甲一个健康的人做伙，什么人影响什么人？确诊的人去影响迄个健康的人，咱真惊去接触到这个病毒。总是健康的人，伊若无甲做医治，这个确诊的人袂安尼自然就好去。所以咱看，咱即马咧惊病毒，实际上就是咧惊罪恶。基督徒惊罪恶，感染途径很多啦，
空中口沫传染啊，接触传染，所以你爱定定来洗手等等。咱拢伊摸过的物件，咱唔敢摸，因为有可能内底有迄落。所以自保就是家己清气家己，咱爱家己真注意，那尽量啊，迄个唔是真正派的人，我莫甲伊斗阵，我爱甲伊隔离。我会定定洗手，我定定爱来想我家己是毋是有够也清气。我会定定洗手，我定定爱喷，爱有口罩，还是爱喷酒精。是毋是咱哈该伫即个时阵，甲咱讲这话真的意思？伫不知不觉的中间，咱检查会诚做误会，这是属灵的功课。那如果咱去接触到这个罪恶的代志，咱就要无清气。所以提防罪恶唔好的思想，唔通互伊伫咱的心内定根发芽，爱亲像防疫一般真细腻。他该甲因讲，甲这百姓讲，伊第一段信息是6月初1啦吼，我什么时才是恁的时啦？遐百姓受到感动，因就开始整地，伫遐要来起圣殿。7月20因伫遐咧做咧整地，有人讲，恁做甲这不得不切啦，看亲像无路用啦。较该甲因鼓励，上帝一定互即个殿过来。第3段是9月24迄天可能是圣殿要落地基的时，所以圣殿要落地基，要用迄个根基的时阵。哈该代表上帝，恁爱注意哦！伫我的面前，我的百姓要来服侍我，要来起圣殿，若无清气，恁所献的都无意义。所以，若毋是用清洁的心，心是互上帝欢喜、圣洁的心来生活侍奉。今仔咱圣歌队也好，咱不管伫教会做啥物款的侍奉，如果咱若毋是有一个纯洁、圣洁的心。上帝讲，这个是无清气，伊无活纳这种的敬拜，所以爱注意做着感染力，爱逃避这种的心。搁落去就真趣味啊！吼，后来上帝甲因讲，今仔9月24，恁记伫这个日咯。恁爱想看觅，今仔日以前，当上帝的殿还未有石踏伫石的顶面的时候，恁还未开始起造的时阵。恁看，恁去到恁家己的厝，银行的存款愈来愈少，有人想要得到20斗，你敢收10斗尔，你收50万，即摆敢得到20万，因为恁所献的无清气，恁所做的无清气，所以我用高达、用手烂、用大炮来攻击恁。总是恁爱归应伫我，请恁想看觅今仔日9月24，你甲记起来，为今仔日立耶和华地基的时。恁即马切村还阁剩偌侪种子，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橄榄树，恁即马拢还未看结果，总是为今仔日开始。如果恁所献的，若是圣洁的，是我欢喜的，对今仔日起，我要祝福，这是上帝应允。所以今仔日咱对哈该3个信息，互咱有这个思想，我性命的优先次序到底是安怎排？我是毋是？有时会灰心失志，想讲无爱阁诚做基督徒，我无爱阁缀上帝路来行。我咧做，上帝通过遐解甲讲，爱勇壮，手的工毋通停，嘛毋免惊吓。上帝的确甲咱相甲伫咧。今仔日的信息讲，诚做圣洁，避免罪恶的污染。所以，咱第2段的圣经，这段圣经咱真熟。我想。将来伫我一生的中间，毋捌洗手洗遐侪遍啦吼，毋捌遐尔注意讲，我都爱注意一下吼，毋通迄个遐，毋捌一个是足注意爱去隔离，爱戴口罩，爱去食的迄种，所以咱最近会真注意这个代志。所以今仔咱是毋是也是安尼，清气家己，甲遐罪恶隔离，定定洗伫主耶稣基督的保惠。伊讲，保罗甲这少年的提摩太甲伊讲，有啦，伫一个厝内底，你也有各种无共款的器具，有柴做，有金的，有银的，有
有诶较贵气哦，咱较贵气诶瓷器，咱拢摆伫迄个所在，总是你真罕你咧用。咱咧食诶拢是起碗，对毋对？起起来迄个烧灰啊，拢食起碗吼，家己食诶。迄虽然无贵气，总是咱上接用。不管是贵气诶，还是粗贱诶，上重要就是爱清气。如果你诶碗盘搁较贵气诶，镶金镶银的，内底若无清气，你嘛毋敢用。伊讲若清气家己，上帝伫各种场合来用咱各种无共款的运数，检查互你做较贵气，有诶做伫迄较无人看见，是说为着下伫主人诶路用，便便通做逐项诶好事。第一项是清气，毋是你运数偌厚，毋是你也有偌大诶能力，圣洁才会通互上帝用。今仔咱用这个圣经节来结束咱今仔日的学习。咱来读提摩太后书2章21节，伊讲人若清气家己吼，脱离这罪恶吼，这毋好上帝无欢喜的，你就诚做贵气的器具的正性，下伫上帝主人的路用，便便通做逐项好事。咱来读一解看卖吼。所以人若清气家己，脱离这个，就要做贵的器具正性。下伫主人的路用，便便通做逐项好的事。提摩太后书2章21节，迄个挂号罪恶是我加起的啦吼。脱离这个是咧脱离遐罪恶，还是较上帝无欢喜的事吼。所以咱来清气家己，自洁，上帝就要使用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搁一届来反省，阮真拍拼咧侍奉，总是阮有时心态并无正确。阮有时有误会拉散的心思意念，所互阮所做所现的是无清气的。有时阮嘛真天真，认为讲小可互上帝你伫阮的生命中有淡薄的影响，阮就一尽正性，阮就已经诚做上帝所听，看做圣洁的人。主啊，通过学解书，互阮知影，要正性是一条真长的道路，是主要爱活伫主耶稣基督的内底，互阮的生命真正融入伫基督的生命内底，才会通哪来哪亲像基督的款式。另外一方面，求你互阮有迄个警觉的心，互阮知影上帝的圣洁，无去目着拉散、误会、罪恶，递到阮所做的，就变做无彩工。主啊，恳求你，互阮正性，亲像你的款式。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圣诗，请咱来念圣诗158首。我有至好朋友，请起立。Say
请坐，当来奉献，请杨明章执事、戴任宽执事书献。去。这我来报告，简单来报告吼。教会消息，第一点欢迎大家来敬拜。啊，若有头一遍来教会兄弟，请留你的大名甲联络的方式。吼，啊嘛礼拜后嘛，请大家当留落来交易。第二点，小会公告，咱伫9月27有选出4位长老甲5位执事吼。12月25要就任式，请大家为这新任的执事甲长老来代祷。第三点，秋季的旅游，长青乐火站甲双年团结妇女团结要合办一日游吼，伫12月26，65岁以上800块，65岁以下1100块。有兴趣的请办公室来报名吼。咱第4季有重要的活动，请咱兄弟家己看。第5点，圣礼典。圣礼典今仔日后一遍的圣礼典是安排伫个12月27，啊要洗礼也是要信约告别的兄弟，请张牧师来报名，啊参加11月开始的基要真理课。第6点，礼拜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吼，啊教会公布社的社长方兰亭牧师要来证道甲请安。啊，告解消息，请咱家己看吼。啊，大道的事项嘛，请咱家己看。啊，即马要来行平安礼，咱拢诚做一家人。
请坐。好，请坐。正做这个啦，还佫唱解啊。耶稣，因为耶稣，这个啦，因为耶，请坐，因为耶稣。是的，先请坐吼。是的，我今日要介绍几位吼，哎呀，甲大家拜托咱来后拜咱话啦。因为我熟悉的人也毋是真多吼，所以有一寡无熟悉。啊，如果坐伫你边仔若无熟悉，咱即马咱的迄个椅仔馆顶遐拢有做留名卡啦吼。啊，则拜托你若有看到你较无熟悉，检查甲问讲，敢会通留一个联络的方式。我今日先来介绍吼。啊，淑娟姐吼，伊顶礼拜生日，今仔日真欢喜带查某囝来伫即个所在，甲伊做礼拜。伊的女儿第一次来欢迎伊。看下看会通留一个名无吼？啊，我来介绍曼丽吼，阮丽姐吼，伊为加拿大转来，本来住伫温哥华吼，啊，即马因为疫情关系，袂当转去加拿大。曼丽吼，阮丽啦吼。阮丽姐吼，咱欢迎伊来甲咱做礼拜。其他我手边无资料，啊，如果你若有迄个，拜托你啊，咱伫即个主会厅的大家庭内底，咱会通相联络吼。所以请尽量咱会通较好的联络。搁一个就是，如果我即马逐礼拜周报大部分拢会搁写一个请安的批，如果用 email 寄互大家。所以，如果你若还未收到教会周报甲请安的批，请你留一个你的 email address， 啊，你就逐礼拜通收到教会上新的消息，啊，甲一寡我会分享吼，请拜托咱大家留你的 email 互我吼，多谢。上营390首，请兄弟起立。黑老天父万福本愿。